Hello，大家好，蔡醫生又同各位朋友見面啦。有一排時間冇播埋個新嘅口腔知識，今集咧開始，蔡醫生同大家開一個全新嘅系列。呢個系列咧就係講案例啦。今日咧我哋可以講翻一個叫做單獨最基礎種牙嘅案例。其實呢個係最常見嘅，同埋咧好多實習生俾實習生做個手術都係呢方面最基礎嘅種牙。好啦，我哋睇翻呢幅圖之後咧，咁蔡醫生就寫埋兩幅圖，其實係差唔多嘅，一個叫做微創，一個叫做常規嚇。咁何謂叫做常規同埋微創嘅做法咧？咁首先同你講，大家知道。種牙咧，首先醫生會將嗰個釘放埋骨頭入邊去，咁樣咧就需要打麻痹針，將牙肉切開嚟，跟住就釘放上去，跟住縫翻上去，呢個咧就叫做常規嘅操作。咁今日呢個又叫何謂叫微創咧？咁微創咧就係唔需要將牙肉切開嚟，直接用最尖嘅嗰隻先鋒轉開嗰個牙肉，同埋跟住轉穿咗嗰個骨頭，跟住咧不停擴大，放咗最你有需要放埋個釘個規格嗰個 size 之後就放埋釘，呢個就叫微創。咁最大嘅區別咧就係微創，佢同常規操作嘅話咧，佢個傷口會更加細，跟住咧做完之後嘅反應會更加輕微，基本上唔會有咩反應嘅。好啦，咁今集咧主要先各位朋友介紹一個常規嘅操作方法。常規大家知道啦。好多嘅種牙咧，就第一步過嚟，醫生會同你拍個 X 光片，其實而家叫做 CT 片。CT 片咧，佢係一個三維嘅，三維咧就將人體嘅三個面就切出嚟，即係我哋將三維空間分為乜嘢？視像面、水平面同埋冠狀面。呢三個面咧就代表咗一個人體三個三維空間要整出嚟，所以醫生咧要根據呢三個面同你判斷咗呢個釘適合做乜嘢。好啦，我睇第一幅圖咧，我哋係視像面。個視像面咧就係一個人嘅將中間分為左定右左右嘅面。向左或者向右嘅面咧就視像面，視像面咧就會可以判斷到即係兩個牙齒之間嘅空隙有幾大。呢個時候醫生先要度翻呢個空間。其實好多時候，缺失牙齒唔係咁老實咁，就係一隻牙齒喺之前嘅位置，好多會歪咗歪呢邊或者歪嗰邊。咁醫生咧就通過睇 CT 睇到個數據，同你判斷咗呢個適合放翻有幾多 mm 個釘。咁跟住咧，假使通常呢個視像面嘅骨頭咧係夠嘅。咁跟住咧，我哋第二步要睇乜嘢咧？水平面。水平面咧就睇個骨頭咧係一個垂直高度。好，咁我切翻一個平面 CT 切出嚟係咁樣嘅。咁醫生就會同你判斷到呢個水平面嗰個骨頭嘅寬度，通常佢就對住骨頭嘅骨頭嘅寬度。OK， 睇個寬度嘅時候咧，呢個我哋就叫做高度。好，有寬度有高度，醫生就要睇呢個寬度有冇達到我哋嘅要求。各位朋友之前睇過蔡醫生片嘅時候咧，都有大概介紹咗種牙嘅最基礎嘅。咁呢個寬度咧係最少起碼有5個 mm 假使呢個骨頭咧係啱啱好5-6個 mm 之類嘅範圍之後咧，咁醫生就會喺間隙之間，所以佢就要切開牙肉直觀咁睇，去度到啲骨頭嘅空間，咁先可以咧會好中間放一個釘落去。我哋咧就係唔會話有偏左或者偏右直觀之下咧，種釘就相對嚟講會精確好多。同樣呢個高度咧，醫生要度咗呢個高度係咪有超過8mm 到10mm 咁呢個假使佢介意兩個之間嘅話咧，咁醫生同你放釘嘅時候咧，佢又係要，因為牙齦嘅厚度咧係我哋要減咗牙齦嘅厚度咁個醫生同你度埋呢個高度，
之後咧，佢就會先切開牙肉，直觀咁睇到骨頭表面，咁就放釘時候會好精確嘅放翻8個 mm 或者10個 mm 或者9.5 mm 啊，呢種類型嘅釘，咁樣先可以好精確放翻。咁嘅話咧就唔可以通過常規去操作㗎。咁我話咧，今集咧就同各位朋友介紹咗呢個常規嘅操作。底下我哋仲有一個灌醬面，其實佢呢個都係去度咗嗰個骨頭嘅高度嘅。佢同上邊嘅市醬面係同樣嘅不同嘅角度去睇判斷咗呢個骨頭嘅高度嘅。唔知今集同各位朋友介紹咗最基礎嘅案例，做一個常規種牙嘅內容有冇幫助到大家呢？好，今次咧從今集開始，就後續會陸續咧，蔡醫生會推出各種案例。從今次咧就從最基礎開始，同各位朋友介紹咗種牙嘅流程。多謝大家，拜拜。